喂，中年好聲音四啊，又有新焦點歌手啦！呢位42歲嘅姐姐身形好 fit 喎。嗱，話說啊，中年好聲音四呢將會喺呢個星期日，就係呢個11號呢就播出第7集。嗱，咁呢，溫溫呢同呢個啡圖娛樂呢就有呢個係預告話俾大家聽，到時要睇乜好嘢。嗱，咁呢話說呢，一位現職財務策劃員42歲嘅陳日璇啊 Jolie 喺呢集裏邊呢會以露肩造型唱夜夜夜夜。嗱，颱風沉穩，情感收放自如，獲得呢個評審呢係一致好評嘅。嗱，咁原來啊呢個陳日璇呢喺20年前呢就已經係出過歌嘅。咁當陣時有份同佢監製歌曲嘅呢，就係正正係而家呢次中年好聲音四嘅評審之一嘅張佳添啊。相隔20年，張佳添呢讚呢個陳日璇 Jolie 呢大有進步。佢喺評審嗰陣時呢，佢就話：喂，你呢首歌發揮得好好啊！比起20年前多咗滄桑感啊！咁可疑咧就指喺海選中走 jazz 風嘅陳日璇呢，轉唱流行曲之後咧表現更加好啊，係隱約中嘅低音好。嗱，我哋睇翻陳日璇嘅背景先啊。嗱，咁陳日璇呢，其實就原名陳婉琪，咁咧曾經咧係做女歌手嘅時候咧係用過呢個藝名咧係陳婉琪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其實咧嗱，今年42歲嘅呢個陳日璇啦，我哋而家叫佢，因為佢喺中四用呢個名嘅。其實屋企咧都有啲貨㗎，因為咧佢爹哋咧係友邦保險嘅執行區域總監，都係高級位嚟㗎。媽媽亦都係一個保險從業員嚟㗎。咁咧佢咧就曾經係中小學都係聖保祿學校，跟住咧就去咗美國嘅馬薩諸塞州嘅 Cushing Academy 咧係完成咗呢個高中課程啦，跟住喺呢個美國波士頓嘅 Tufts University 咧經濟學系畢業，翻咗香港之後咧，其實咧佢係曾經係簽約俾環球唱片，曾經係同李克勤合唱過一首歌《合久必分》，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啦？當時都幾多人識佢嘅。咁2004年咧就推出個人專輯，咁正式成為咗歌手嘅。咁就陳日璇之後咧就簽過俾呢個寶浩娛樂啦。咁當時咧就簽約呢間公司咧，仲有周文琪同姚舒日呢啲咧係模特兒。咁咧就佢喺2008年咧就修讀咗香港大學一個為期半年嘅財務策劃課程，為自己增值添嘅。咁但係佢其實由呢個2004年入行到而家咧，其實個發展都係一般啦。又做過呢個樂隊 Wonder Hour 嘅主音啦，仲一度咧計劃網上集資推出呢個唱片嘅。咁喺2018年呢，佢就向傳媒宣布就重新簽約俾呢個環球唱片。咁但係之後都係冇乜發展啦，亦都冇推出過咩唱片嘅。咁喺2023年呢，就再度離開環球唱片。咁呢，就以獨立身份嘅歌手獨立歌手嘅身份呢，繼續係間唔中又推出一啲歌曲啦。咁就去到2025年嘅8月呢，就參加咗中年好聲音4香港區海選。咁呢，就成功係進入咗呢個階段，可以咧係再同大家咧係喺熒光幕上咧係唱歌俾大家聽嘅。嗱，咁我哋又可以睇睇Jolie 陳日璇咧，其實原來佢喺2012年呢就係已經係註冊結過婚，丈夫係一個墨西哥籍人士嚟嘅。咁佢當時咧就減少咗幕前演出嘅，結咗婚之後。咁但係呢段咧婚姻咧都只係維持咗2年。咁咧就喺2017年3月咧，佢就正式咧係同傳媒咧宣布咧話佢係離咗婚嘅。咁作為歌手出身咧，陳日璇咧就話今次重返舞台，其實咧就係想證明自己唱歌講故仔嘅能力㗎。咁佢話啦，細個咧成日俾人話唱歌冇感情，希望咧
大家今次要聽到一個係會講故事嘅陳日璇嘅，咁啊唔知大家又覺得佢講唔講到呢個故事呢？咁嗱，陳日璇咧喺個比賽入邊咧，咁就嗱，除咗有一把靚聲之外咧，咁由於佢私下咧個人啊生活好自律嘅，除咗不停熱身之外咧，仲好中意打高爾夫球。咁咧不時咧仲會喺 social media 咧晒啲水著同靚相，咁咧就向大家派福利嘅。嗱，其中啊佢有啲相啊，佢嗰條長腿啊真係好犀利㗎，好吸引人㗎。大家咧上 social media 睇下咧就知溫溫咧冇講大話啦，嗰條長腿真係好正，可以迷到好多粉絲㗎。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睇啊呢個身形又 fit、唱歌又好嘅陳日璇嘅表現咧，嗱呢個星期日咧就準時收睇《中年好聲音4》。咁啊，除咗睇《中年好聲音4》之外咧，咁當然啦，阿溫溫亦都喺度咧呼籲大家要繼續支持啡圖娛樂，點讚、分享、訂閱3樣做齊晒，就係對我哋啡圖娛樂對阿溫溫繼續為大家出片講娛樂新聞嘅最大鼓勵啦。今日係咁先，多謝大家，拜拜。